2026年4月11號，我嚟到馬來西亞吉隆坡，展開咗精彩嘅一日遊。首先參觀咗氣勢宏偉嘅首相官邸，宏偉壯觀嘅建築坐落於綠樹環繞之中，盡顯馬來西亞行政中心嘅莊重與典雅。隨後嚟到咗莊嚴肅穆嘅布特拉清真寺，粉紅色嘅穹頂喺藍天白雲映襯下格外迷人，展現出伊斯蘭建築藝術嘅獨特魅力。傍晚嘅時候，我嚟到咗聞名世界嘅吉隆坡國油雙芳塔，兩座高聳入雲嘅摩天大樓，顯得格外壯觀。短短嘅一日，俾我深深感受到吉隆坡現代化都市風貌與多元文化交融嘅獨特魅力，留下咗難忘而美好嘅回憶。